好巧啊！上頭又派咗我嚟呢度，其實偷偷地話俾你哋知啊，我係呢度嘅畢業生嚟㗎。回到自己嘅6A 班房，諗起自己讀小學嘅歲月，感覺真係好似回到從前啊！呢幾位同學，你哋都寫緊啲乜嘢啊？我哋喺度寫緊畢業告白，即係表達我哋即將畢業嘅心情，仲有無限嘅感謝。畢業告白好有趣喎，可唔可以讀俾我聽下啊？當然可以。別了，陪伴我6年的教室和課桌，我依戀地向你們辭別，但是我已把你們珍藏在心底，因為你們帶給了我歡樂和溫暖，你們伴着我成長，給我留下甜美的回憶。我呢，想寫俾老師同埋同學。再見了，敬愛的老師，我將永遠銘記你們，謹記你們對我的教導和栽培。再見了，親愛的同學，我們一定會再見的。在新的學校，在各個舞台，在運動場上加把勁。到我啦，我想寫對未來嘅展望。我留戀地回顧過去，我更仰起頭，滿懷信心地望向將來，大步向前，在陽光下，在歌聲中，懷着新的希望，新的夢想。哇！你哋真係好文采啊！當然要多謝老師嘅功勞。馬頭涌官立小學嘅學生真係才華橫溢啊！